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猛虎难敌高群。大家拢知影虎是真凶猛的动物，其他的动物便若看到虎，都爱先甲离离。若想要招伊顶高机，都爱先碰看家己有够重无。毋过，搁较安怎猛、安怎勇的虎，面对一阵高山仔来车轮战，嘛自在袂调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搁较有实力，总是也歹甲有组织、有团体一群人对强。有一句俗语讲，一人袂对得正人，嘛甲这句俗语的意思相共哦。会记哩，一人对正人的时，毋通甲家己的实力估计了伤悬，因为人知影高对声的实力差太大减，但是团体力量合齐起来，毋但会当甲咱相比拼，甚至搁甲咱比落，完成因要爱的目标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